很久以前有个故事，有点特别。他说有个婴孩来到世界，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。全世界为了这一天送着礼物，写着卡片，这是许多人心里一个结。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。圣诞节解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全世界为了这一天送着礼物，写着卡片，这是许多人心里一个结。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。圣诞节解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圣诞节解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灯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圣诞节解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圣诞节解开了会看见，不是热闹的节，是耶稣降生的夜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一切。这一天，世界更多笑脸，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，耶稣他能代替